香港有唔少嘅街道名稱都係以嗰一度嘅地標建築嚟命名。今次介紹嘅北角琴行街同書局街，亦係取名自兩座屹立喺香港超過100年嘅老字號。一齊睇下北角琴行街，以前係百年樂器店曾福琴行嘅廠房。香港雖然地方細，但曾幾何時呢一片彈丸之地都好似德國同奧地利等等嘅鋼琴生產國咁樣出口過鋼琴。呢一間咁犀利嘅公司就係曾福琴行。成立於1916年嘅曾福琴行，由祖籍廣東清遠嘅曾福創辦。佢曾經喺英資嘅羅便臣鋼琴公司打工，學習過鋼琴調音，又去過海外學做鋼琴。返嚟香港之後，用自己個名自立門戶，喺本地自行生產摩利臣品牌嘅鋼琴。除咗喺本地出售，更加遠銷到英國同東南亞等地。據知內地最大嘅鋼琴生產商珠江鋼琴，初時亦係以香港嘅摩利臣鋼琴做製造藍本。千禧年代，曾福琴行一度擁有3間零售店同5間音樂中心。可惜新冠疫情期間，因為經營同接班問題，最終喺2021年宣布光榮結業。北角新光戲院旁邊有條書局街，因為戲院嘅前身正係一間大書局。不過呢一度所講嘅書局唔係書店，而係商務印書館嘅印刷廠。同曾福琴行一樣，商務印書館喺香港已經有超過100年嘅歷史。呢一間嚟自上海嘅書店，門市最初係設立喺中環，主要賣教科書、中西詞典、小說、兒童書籍同文具等等。1933年喺北角建設咗印刷廠，書局街呢一個名就係咁樣嚟。日本侵華期間，商務將總部由上海搬到嚟香港，令香港成為供應內地圖書嘅重要基地。好多供應到抗戰大後方嘅書籍都係喺香港印製，直到香港淪陷，編印重心先至搬到去重慶。不過呢一間印刷廠早喺1960年代已經拆卸，後嚟呢一度建成咗僑冠大廈同僑輝大廈，即係依家新光戲院嘅所在。